OK， 有时就甲人争大米，担去虎城跳吼。大米我才看过啦，来查一下吼。大米是啥物件 ？T-A 第三条吼。T-A-N-N 第三条 ，B-I 第二条。无，这个书哦，目前听我教授是直接改用，伊后壁讲担米担去虎城跳嘛吼，啊担甲担对台语来对台语来讲，有可能就是那用汉字去理解，就是动词名词这种真差。因为教授就怎啊现主席嘛是直接改写做两个汉字是同一字，啊，照这个语义来理解，就是讲伊会去担米去甲伊蒸嘛。甲迄个切蒸做迄个切经过米加了，就分做糠和米。要毋过伫烹切甲煮进前，伊可能就爱用人工，或者是原住民因迄个时阵，可能荷兰人时代，因迄就是用迄个蒸区去甲切啊对嘛，对甲外口的糠出来，啊，就切。经过蒸过了后，伊就分出来糠和米，伊就是爱，甲迄个可能就是我咧猜想，进行去做这个动作，伊趁两条，第一条就是糠，伊会使摕去饲猪做饲料，或者是转去做其他用途。然后迄个米啊，摕去卖的时阵，伊可能趁工钱趁差价，所以你即大家讲，有时就甲人蒸大米，担去虎城跳，就等于是爱蒸这动作，甲切啊分做米和糠，啊糠伊家己趁嘛，对无？啊米就担去虎城跳，啊跳一个介绍，伊可能爱形看相，互伊遐切，互伊一定是我咧讲，伊就趁即个工钱甲即个糠，啊这是目前听我教授就是甲迄个甲担拢用同一个汉字来表示，啊嘛无去做什么说明解说。有啦，讲一个跳，咱知嘛？跳米甲嗲米嘛，就是一个出一个字吧。你若准讲有看到汉字，你捌着？屏东有一个村，就是什么跳，嗲跳村，敢若是安尼是啊，所以大概是安尼，我所知所看到。以上。哦，多谢马文吼。将大米担去虎城跳吼，这大米这个大哩可能是担啦吼，因为嘛查无这个数啦吼。将米啦，担去虎城跳，你若甲这个担摕掉吼，甲人将米嘛，帮人将米吼。将米什么意思？就是讲你切你猪仔吼，用猪仔先用这个机器拍凸落来吼，凸落来了后，伊外口包两片壳，一层粗叫做粗糠，拄则嘛有讲，一层薄的吼，的叫做我记得那叫做米铺啦吼，久无讲我袂记吼。啊，所以你若敢若拍粗糠落来，迄叫做糙米，就是迄米是黄的吼 ，brown rice 吼。啊，你若甲迄个米铺佮甲煎掉吼，就变白米吼。OK， 啊，但是就较无营养吼，是好食啦，因为较无营养。OK， 所以煎大米担去虎城跳，就是头先迄个动作是煎吼，帮人煎米吼。就是我拄仔讲去掉两边粗外口的壳，粗壳甲幼壳吼。啊，过来是担去虎城跳，所以趁两条吼，煎米甲担去虎城跳吼。
当有时就是打去什么，甲这个米当去什么所在去甲卖掉吼，跳就是甲米打出去的动作叫做跳啦吼，打入来动作叫做就是讲拄则咱讲叫做抓，所以你出去外口卖米转来叫做抓米，啊你去抓一寡米转来，我虽然常常阮母啊常常甲教咱，你抓去抓一寡。其实阮家免抓米啦，但是有时仔你去叫我去抓米是啥物情形，我都袂记吼。哦，煮米啦，吼，抓一寡煮米转来了，差不多是安尼吼。啊，跳米较含咧讲啦吼，因为一般是袂跳米，就是跳切啊，所以阮种田的吼，是会甲切啊跳出去，跳去农花，然后农花再去处理安尼吼，袂去甲迄个已经过米甲加做米再来卖，然后卖啊，我拢直接甲切啊吼，拍打就规个跳掉啊吼，所以叫跳切，跳切较侪啦吼，跳米是很。我想迄个客家开个段内底一段就是伊去迄个客家假做是北部去到台南讲来遮跳切。就是来跳琴啊，暗时要送一下呢，所以去开个段，伊就咧讲啊，我就台北来遮跳琴啊呢，啊，所以跳琴了后处理过，这米才卖出去安尼，所以就是讲，毋是跳琴，就是直接甲树都跳掉，就卖掉。跳米才叫做处理过，再去跳米安尼。啊，对，出米甲入米的前差就是啊。嘿 ，OK， 米甲切拢会使跳啦，拢会使抓，会使抓切较罕你听着，然后我抓米转来吼。所以，但是米甲切这个动词吼，跳甲抓，拢是用伫这两项吼。啊嘛，讲这两项吼，你别物件无安尼讲吼，所以这个伫这个汉文世界吼，这个动词实在是太多吼，多到互你学的人吼，是其实对学的人，尤其是对第二语言、第三语言来讲，迄是足辛苦的代志。尤其是说语言无这种文化，每一个动词拢无共啊。你竟然讲sell这项共一个物件，你要sell甲买入来，迄个无共物件用法，竟然是用无共的动词，迄是足歹学的啦吼。但是讲起来，敢若足好听就是讲，哦，你的语言就足丰富，但是其实是足歹学的。我亲身感受到的时阵，感受到这点无共的时阵，就是我学西班牙语，我怎发觉讲，原来因这个动词用咧遮尔侪这种情形，拢会使用共这个动词安尼。啊，所以因的动词就无遮尔丰富。你看用来用去这几个尔吼，你甚至甲这个学起来，你都西班牙语都已经要讲1/3啦吼，甚至讲一半吼，我咧定定用的这个，比如。其实英语嘛相款，我较早捌甲各位讲，你甲词典内底上接用的迄寡动词，do 啦、make、take 即寡学起来吼，英语你稍微已经我多讲一半吼。我毋是讲什么高深的英语，我讲非常是日常表达，你都我都讲，拢免讲你学英语爱学偌深吼。所以其实你。伫台湾，你学初中、高中你学煞，照你英语都应该我都写叫吼，就是讲无法度讲啊，足深的，你讲无法度讲足深刻的表达，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应答吼，照你是应该无问题啊，因为迄寡动词你都学过啊吼。好啦，但是讲，大家想讲你讲较快吼，无毋对，讲较快，因为实际上就是遮尔简单，但是伫台湾的教育会当甲你教甲遮尔复杂啊啦。好，咱倒来遮吼，继续看吼。暗时甲人家争趁坑来饲猪吼，拄则咱拄讲着这些吼。暗时甲人家争趁坑来饲猪吼。但是我虽然看有啦，但是暗时甲人家争趁坑，应该是讲暗时啊，佮饲猪啦吼，暗时啊佮饲猪，啊这饲猪来，这个饲料倒来是甲人家争
煎这个米，煎米的时阵所探到这个坑吼，哇，伊足感化，我有无法度想这个感化，这个规句吼，每一字叫人看有无？但是这种斗法我袂晓斗啦吼。暗时甲人家煎炭坑来饲猪吼，煎就已经甲头前迄个煎大米这个代志写出来吼。啊，坑就是相反，就是煎大米，你有迄个坑嘛？我拄来讲，一个是粗坑，一个是米铺吼。是嗰个米铺的，反正我即久无讲这个书法，根本袂晓讲吼。但是我查者吼，粗坑这边查。有种迄米仔糊面地迄种的嘛，啊，粗坑当然就是，即伊遮嘛讲就是去饲猪，啊，就是讲铺咧饲过啥说用途就铺了就对啊。啊，侧米搁硬过了，伊迄个白米还是精米，甲迄个外口迄盐的就分出来，啊，分出来有诶是摕去做米仔糊的原料，啊，有诶可能就即马阿看你讲了。我毋捌听过什物普米迄个，我毋捌听过，我毋知影。伊就虽然阮若讲是咧进产嘛，毋对，啊，毋过即种属于甲而且是7寸以后的遐个动作，迄强查某囡仔人是无可能听过的。只是一半摆仔听着大人咧讲的时阵，大约有小可理解讲哦，对，灌猪仔了后，一直到变做白米，在中间即个啥过程还是停数啦。啊，即马一路落迄个。粗坑了的糙米，搁去硬过，还是搁去拍过？我会记讲是用硬的款吧。不管可能足侪种，看是人工还是机器的真差啦。啊，外口迄个，我唔知，就你讲迄部分，我唔知安怎讲。但是我查下吼，我真正袂记啊。去想到有一个人捌分享一粒米，也是切为上外口盐到上内底盐的迄个每一丁每一盐的迄个名称啊，可能我毋知有想起来，我毋知可能一时之间吹无。中问讲什物胚芽，啊个什物胚芽面啥安尼。就敢若卵嘛是有的盐啦，就上外口盐壳，有一个膜啊，啊，则是卵的本身，迄个质感嘛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上外口盐粗坑较油的。即马看以前要考人吼，我这当然伊要去华语的这种表达，伊有这个吼，这个雕刻。雕刻啦，讲切刻啦，讲对啊。当然，这个就是应该就是吼，我查者，这是要哪读汉字，呼迷糊，所以拄则米仔酒、米仔糊、米仔果、米仔干、米红、米仔茶、迷糊。好，无，但是大时我无想，啊，所以是阮甲你讲法尔啊。好 ，OK。好啦，我袂记啊，我真正无啥，我敢若会记，敢若叫米铺。哦，好，等来小说家哈。
浪时甲人家惊叹坑来起低吼，继续看吼。浪旁的时，就当人啊去玩猪菜吼。浪旁的时，就是伊顶头讲遮做遮侪代志啦吼，啥物骨架头啦吼，去甲人争大米单去牛城啦吼，暗时啊饲猪啦吼，啊若即寡代志拢无，即寡工课拢无通做的时阵，就是即个浪旁的时吼。浪旁，华语个表达我无啥清楚吼。对，浪旁的时就是，当即寡代志拢无出现的时阵，就是浪旁的时吼。我真正想袂开华语个表达方式，就是浪旁的时都已经表达就是闲暇之时了哈，差不多是安尼哈。是啥物工作空档？嘿，对，好，就是安尼嘿。刚过了分头路嘛，啊，这分头路甲迄分头路，有诶地方敢若浪半点钟，互你食饭就要过啊，啊，有诶可能让1点钟、2点钟、3点钟，哎，真正欠足多、欠足大诶。1、2、3点钟嘛，可比讲走去送报纸，走去派海报，走去创，甚至你厝诶做手工即种诶。啊，所以志勤就是因为本正有翁有大家通去挖课，即马无人通挖课无大记，连到爱互挖课，爱互挖课就是爱刻意加精，伊就真正变成钱色啊，对吧？精密起低，浪旁过去甲人捡猪菜哦，啥物诶贩猪菜哦，真正这。狗不理就变钱色啊！所以伫台语内底表达就是讲，你买球落活动以外，迄寡买球落活动以外时间，你拢会当讲，你拢会当用浪旁来表达吼。所以这个浪旁是最好用的吼，毋是刚刚你所想讲啊是一个空档人过去安尼尔吼。无，伊是足白话，但是足好用的吼，浪旁的事吼。就当人啊去玩猪菜吼，就当人啊是一种描述嘛吼，就是本来去一个笼子啦吼，笼子就是安尼吼，去玩猪菜吼。啥物是猪菜？是番薯叶嘛？我无介清楚啦吼，有可能是番薯叶，有可能是或者猪会食迄种菜吼。金龟叶啊，金龟敢若是伫较久以早认定讲金龟是有毒，伊甲金龟认定有毒，因为金龟迄个镉离子足悬的。啊，有的人可能是带糖分，也是啥物我袂记起啦。反正现代就是因为金龟伊毋是安尼对话，迄敢是镉离子啊，所以我会记诶，敢若某人甲金龟讲做猪菜，反正就是在过去就是。人无要食诶，就拢饲猪啊，所以即摆来看就是番薯叶啊，甲金龟颠倒是对人诶健康是好诶。啊，不过在过去就是迄无好食，就是口感无好，就敢若糙米和白米相款啊，所以伊只讲猪菜看袂出来到底是算番薯叶啊，还是金龟，还是金龟叶啊？毋知我毋知。反正就是饲猪，我至少我知就是这两种拢，敢若有人家吼做猪菜安尼，金龟叶啊，金龟甲番薯叶啊。一般就是讲人无食啦，互猪食吼。啊，照理是番薯叶是足营养的，但是人无，迄个无人无食，认为迄是猪食的吼。OK， 即嘛无共啊，所以安尼吼。啊，当个金龟迄是足粗啦，还是人是困袂落去吼。OK。好，安尼拍拼来做所费吼，就是安尼拍拼来趁所费啦吼，做所费，我较袂安尼讲啊，讲趁所费，做所费是摕来用的，我平常时表达吼，讲啊，这互你做所费，就是这互你摕你开啦吼，这互你做所费吼。好 ，OK， 来这段咱就来甲读一遍吼。对33页开始哈，哎呀，看一下，大家定几个好来，咱几个来读啊。我看嘛读今天个读较长啦哈。读到这哈，
瓦克哦。好来，志勤本人是瓦克丈夫来生活，丈夫死了，犹阁有大官通瓦克，家庭有缘会得过，可惜大官打也死，颠倒志勤就互别人瓦克。大家知吼，芭比我倒了。你干嘛要听伊个人咧无闲个？无闲来，拢互你先。志勤本人是瓦克丈夫来生活，丈夫死了，犹阁有大官通瓦克，家庭有缘会得过，可惜大官打也死，颠倒志勤就互别人瓦克。来，叫文。本人是瓦克丈夫来生活，丈夫死了，犹阁有大官通瓦克，家庭有缘会得过，可惜大官打也死到治疗。好 ，OK， 你的信落歹哈。OK， 有一个词，丈夫死了哈。我知，丈夫死了哈，爱变调啦吼，迄个死爱变调，莫读本调吼，莫读，因为迄个听来怪怪吼，爱读变调。啊，无你就爱读两个海粉，就是爱轻声吼。但是这安尼读嘛怪怪啦吼，一定爱读。变调，阮的变调是叫做死了吼，17325325325南部腔是死了吼，看你要读死了还是死了吼，拢会使。好，来3年。志勤本人是瓦克丈夫来生活，丈夫死了。抑阁有大官通瓦克，家庭有缘会得过，可惜大官打也死，颠倒志勤就互别人瓦克。好，是大人所留的是4、5区。会看天4、5区会看天远，就设法互人做本到遮。是大人所留的是4、5区的看天远，就设法互人做本。无本。是大人所留的是4、5区的，看天远，就设法互人做本。3年。是大人所留的是4、5区的看天远，就设法互人做本。本身袂得搁住厝内，就出门骑险仔，甲人掘指头。我看嘛读到倒位呢？先读到遮好啦，来。本身袂得搁住厝内，就出门骑险仔，甲人掘指头。本身袂得住厝内，就出门举险仔，甲人掘
架头，袂伫过大厝啦，吼，迄个过的袂伫厝过就是 still again 吼，即类的吼。来，Sunny，阮先袂伫过大厝内，着出门也蛤蟆，毋是蛤蟆啦，甲人咸仔。嘿，咸仔甲人骨擦诶架头，嘿，蛤蟆，讲到蛤蟆，我做过你伫咧拍算等台湾要来去食孔雀蛤吼，迄个大家讲啊，淡菜哦，饭菜对哦，捌你迄个遐，捌你啊，嘿啊，当然，即马通车嘛，先煞来看一下迄个帮大桥，嘿。淡江大桥啊，对啊。30年啊，我毋知多少年吼，我足久记得足久，可能20年前吼。有一回经过捌你，我也袂记是啥物人招着我来食迄个淡菜，食孔雀蛤。嘿，我真正是感觉足好食啦，这处理甲足好，当然平有时你咱家己袂去买来处理就对啦，感觉足好食。迄第一顿到即嘛20几档毋捌阁食第二遍，所以就想要去遐食。对，安尼邻里顶下来食，对，细汉就是阮爸从规家口去食。人讲迄即嘛，其实即物迄拢进口诶，吼，迄已经无物件，但是即个第，就变成即个第一个是，哈，啥物？用白啊，你淡水河白啊，感觉伊。即马无啊，即马敢若讲剩一个人有伫白啊，毋过迄敢若毋是伫白咧白的啦，是白咧白。系啊。淡水河这种转粪扫，啊无就转一寡，我哋就是。对啊，我想敢袂食。拢无啊，拢嘛中度甲重度污染嘛，淡水河。我想讲恁讲啊，刚刚有你搁到台北吼，你可能嘛还要去遐看过吼。迄天通车进前，通车进前迄天2天我袂记，我拄啊对遐去看一下。因为伊自5月拍算伊甲接起来了后，就逐礼拜日、拜六礼拜拢有办活动啊哩，唱歌还是行路还是啥，一直到5月12通车嘛，5月12通车的进前，敢若吹到吹10，伊原来个办最后通车进前上尾一个休困一个。活动啊！我无去你行啦，我敢伫边仔看尔，伊迄真正讲足久诶啊！伊是到轻体嘛行去。好，再来看，先说来食一下捌你诶好食好料，我最近这看过什么好料通好食。进前讲双胞胎啦吼，尾仔敢若伊即个名有争议，伫小个嘛，就怎？杜尊头迄边就是捌你这边就改变成有啥物福州2相好。相似啊。OK。本正是伊就是敢若含迄个外国迄种啥物甜甜圈的迄个材料，共款啊共款。当然，迄个米粉的啥物高筋、中筋、低筋，我毋知啥物货啦，反正就是。外国是甜甜圈是一个啥物甜香口啊是啥物？台湾这种以早。或做啥物？我想形容就是甜甜，迄个双胞胎吼，就是迄个米粉一直都油落钱，啊，反正即马伫捌你遐，伊就该合作福州2相好啊。对啊，大概这2项，过来是迄个啥烧酒类吧。可能这2、3项是较算讲别所在无一定遐尼简单食会到的。孔雀汤、烧酒类。福州2相好。当然，即马因敢若迄个杜尊头要去迄个妈祖庙迄条短过仔路，可能无到100公尺吧，就是有足侪大头的烘牛鱼，甚至嘛有卖其他迄啥物，伊大部分其他别所在可能嘛拢有咧卖得到啊，所以我讲迄可能比较单位可能较无遐济啦，较无遐济，我所知是安尼。OK， 想说小盖各位，即种外国车啦吼，即叫做
法律犯罪嗰个钱啊、酒哦，就是差不多就是，其实拢是迄米粉去煎的吼。讲起来，这我是毋敢食啦，因为血糖悬，我是无敢食这个。啊，就是有现做啊，就是像我呢，这吼很做吼，米粉用油去煎啊，啊，个食起来个足油的吼，这一定是好食啦。拄则出来这种东西，啊，这看较大，其实有诶是看淡的油嘛吼。就是拄则你讲迄详细啦，迄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做法可能差不多啦，我无介清楚啦吼。啊，遐佫有啥物好食啊？我问啊，我即两工早我各位有兴趣，我小概恁知影者，当去食看觅。主要是去看一下即个桥啦吼。看桥是啥物？看，因为桥本身是建筑，本是有诶是足好诶艺术品啦吼。你若用即种角度去欣赏，你会感觉足价值诶啦吼。还有另外什么张无忌杂菜面，伊伫可能是对北里起家诶款吼。你若有兴趣的，张无是张是五诶吼，张无伊是复姓吼，张无忌杂菜面吼，实情面杂菜面。另外是孔雀ham这个，孔雀ham啊，应该几啊间啦。我知影我即间个凊彩赛间无经过，凊彩一间店啊，食了已经足好食啊吼。是毋是应该是嘛？即摆尾啊，我拢敢若看到赊家尔尔，我无看到其他，因为我食是咧路边的，嘿，阮虽然咧食是咧迄条啥物路边凊彩一间，真正凊彩一间。对啊，我嘛是会记我袂记含啥啊，赛经过啊来食一下。卡面汤对面啊，是啊，对啊，阮是无食到面汤对啊，我是个煲啊放出来，啊就经过啊爸你来食，可能阮某烧啦，阮某因为台北大汉的较知影，来食一下这个孔雀ham嘿。啊，伊可能即几年啊，就是伊即摆即物件台湾原则上嘛，敢若拢无啊。有人是讲伫去到海峡的中线，去甲中国大陆去遐买啊。可能即嘛有可能啊，真有可能。而且是因安怎去称，我毋知影，反正进伫大船头遐，就敢若看到赊家尔。OK， 了解。另外是有一间迄个古早厝的小食店吼，小吃店有华语讲法啦，古早厝的这种新大啦，可能要用台语讲是点新大。我无确定你真讲的这有可能是伫咧算较北里的市区内底吧？我看嘛吼，伊出名啊是伊的鱼头啦，迄个什么它是砂锅鱼头啦，还是刷锅鱼头啦？刷锅刷尾还是啥？嘿。啊，过来就是北里就是添丁庙吧。啊，去看迄庙，啊，搁市区迄搭遐，伊就是迄阵要食南港大桥，遐等于是台61线算起头点吧。啊，所以这条桥其实迄阵敢若分几落标，啊，最后迄个桥身桥面的部分，就是迄个什么印度啊，迄个什么扎哈哈蒂哦，就是我说啦，女地嘿，女建筑师嘛，设计嘛，啊，这是伊敢若前几年就过往去啊，无看到最后的成品嘛，所以这条桥嘛，真正有迄个艺术的价值啦。是，我了解北里古早厝是伫咧15号边啊吼，15号伫咧13行博物馆袂介远吼，就伫咧13号博物馆附近尔，但是伫咧15号边啊，15号是算县道哟，还是省道啊？较早迄个省道啦。15号一定是算省道啊。嘿。啊，另外一间是叫做志明油饭面线，我听过无？我看了，伫咧出来人迄分享，志明啊，春娇甲志明啊，你知用这记条，你知你若去看桥的时阵，我你若要找啥物食的当去啊，怀疑吼，伫台湾真正是迄个宝岛好所在。我食其实一个凊彩点的一间店，嘿啊，免惊无，凊彩一间店落看下相片就知，真正看着就好食安尼吼，一堆啊，
真正去了一几啊工食袂了。好啦，咱讲起遮来。就是这版大桥吼，在哈地一个国际算介有名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迄个建筑师是一个负责人吼。负责人啊，是还佫真杰出来。然后哈地这是算伊的遗族啊，伊做了钱，好好做。好 ，OK， 咱转来看遮吼，读到一半吼。来，所以3你有读过了吼。有时就甲人争大米，担去府城跳；暗时甲人家争炭坑来饲猪，吼。先到遮，甲饲猪遮，好来，马文，毋知。芭比去摕。芭比个无，来。不是大家敢有人要起来为这个39夜这个第几抓？有时就嘛，都是第一抓。咁人有就会使扬手起来，对，嘿嘿。因为有39夜吼，是。你就会摆伫我后壁，摆伫我后壁。欢迎。欢迎好，来。正头迄搭遐，有时就甲人争大米，担去府城跳；暗时甲人家争炭坑来饲猪。好来，有文。有时就甲人争大米，争大米，担去府城跳，暗时甲真家真汤坑来饲猪。OK， 坑啊吼，真汤坑来饲猪。所以这句话其实歹读啦吼，这句话真正歹读吼，因为你无了解意思，都无法度靠家己对意思的理解来要讲啊，这腔调要安怎变调，还是要安怎读吼？这真正是歹读啊！所以你这句的意思爱先看有，爱理解这句的意思才有法度读的。你口音再加会准吼。暗时甲人家争炭坑来饲猪吼。好，Sunny。有时就甲人争大米，担去府城跳；暗时甲人家争炭坑来饲猪。爱瑞吼，反正你一礼拜就拄着这本小说内底吼，我认为是第二句上歹读的吼。第一句是伫咧这个第一页迄第一句吼，是我感觉这本小说上歹读的吼。过来就是这句啊吼，来试看卖，不要紧，试看卖。Eric， 无开麦克还是安怎？免真熬就开始，爱先开始才会变熬，一日一慢慢读啦。煞丢去，煞惊着。可能袂晓操作的款，伊有讲，毋知安怎操作，毋过伊知影读伫倒位啊，读倒位，伊知影进度，可能毋知影爱饲啥。袂要紧。咱针对这句遮困难的哦，这句真正是我所在小说内底这本小说哦，真个上歹读的就这两句。头一讲什么，有一个做什么暗吼手，我袂记什么青树的什么暗吼，草啊这叽叽啾啾哦，迄就歹读的吼，这嘛是吼。
好来，来我咧有拍开啊无？有听到来吼。开啊呀，我找一下差不多文章伫倒哦。第30，你大家来吼，不要紧，阮袂甲你讲，阮都继续来开讲啦。34啊，有时就甲人请大米打去互相钓。来，大家来吼，金大米吼，金大米。金哦，毋是。几乎，金大米打去互相钓。暗时甲人家请坑来起底。金探坑吼，金探坑。对。有时就甲人请探米探去互相钓。暗时甲金请探坑来起底。好，不要紧，这两句实在太困难了，所以不要紧吼。但是，就是讲，阮一直以来啦吼，拢逐读我进前一定讲，伊有讲上重要是你目睭爱对着字哦吼，目睭爱对着字，一字好音甲读出来该变调变好安尼，所以慢慢读袂要紧。但是这个那毋是台语呢。这叫做白话字，这个吼。所以我毋捌读过白话字。对阮来讲，上调的是每一字好音好准吼，读准无读会对，毋对袂要紧，就是爱练习，爱做这个动作，做这个练习，这是阮一个操练上大的操练是。安尼爱到定念无？免，这句对你来讲太困难了，因为意思你无无准，你就读袂出，每一字都读袂精准啦吼。尤其是要变调，你毋知要吼。当然，你若要紧，就是我拄则甲你读一遍，互你甲记条，佮就随甲背出来。但是迄无重要，无必要讲你背到这什么，背到这好听，这不要，这拢无重要。上要是要练习这个操练吼，目睭对着你的每一字吼，嘴唇甲迄个音甲呼出来，安尼吼，这操练上重要吼。好，来继续咱继续看咧吼，再来是饲猪了嘛吼，浪芳的时就当人去满地菜，好，咱到这。浪芳的时吼，每一字目睭要对着吼，浪芳的时就当人去满地菜，好，来马文。浪芳的时就当人去满地菜。好，为什么马文会顿第者？因为平常时太惯势，就是按怎念就按怎念。你敢若看下你就知影讲，我就按怎念。但是我拄则变成讲，我超工叫你讲每一字目睭对咧每一字去互音的时阵，你忽然发觉讲，而且我爱变调，但是一时仔毋知要怎变吼。因为已经是用习惯，是用真正是用直接摕出来用，就是讲看这里面啊，互音要安怎变调，都要随时爱反映出来吼。当然，你得爱有个变调规则的人才知影吼。这种练习，这种操练就是讲，你拄着每一句，不管你知影意思毋知影意思，你都有法度通甲正确甲念出来，安尼吼。有时你毋知影意思，你一念出来，你说原来是这个意思吼。所以这最重要，这个操练比拄则讲我足紧就甲念过，我听人读我就一道甲背出来，安尼更较重要吼。来，所以讲了，过来是日文。浪芳的时就当人去满地菜。OK， 所以这个人还是人吼，这是变调在，这是口口差。有人讲人有人讲人像我是讲人所以你对我读我就讲人但是你若是南部腔，你就讲人第一调嘛，人变第一调人吼。所以拄则马文顿底是因为惯势讲即个南部腔，但是忽然间我拄则甲影响着吼，到底是人还是人都读袂出来。我听讲一段落段，就是要互你袂记你头前我读一遍吼，你都要家己有法度，佮一字佮甲定组起来。所以即马来三年佮麻烦你啊，一字来吼。对。
暗时，这我抓起来。起低了，起低了，哦。来起低，咱芳的时就当人啊去办理菜。好来，艾瑞来。好，等我一下哦。好，开始哦吼。人芳的时就当人啊去办理菜。好，真好哈。OK， 对，就是安尼吼。人，你若看这里边拼音的先，好音好的出来。对，就安尼，人啊可以去办理去爱菜。是，就是安尼。平常时你若好音好的出来时，你着甲原子化，每一个字母拢甲拼出来，甲夹出来，看要安怎夹出来就对了吼。佮加上你学迄个变调规则的时阵，安尼每一字你都拢会来读啊。安尼其实规本你拢读得出来吼，都根本就拢无问题吼。当然毋是讲你当你就免来学吼，嘛是想讲咱现数典、理典吼，学袂哩吼。我较早佫接无，我已经读10外单的理科有啊，可能无到10外单啦吼，我袂记偌久啊吼。我今仔第一届读，因为我毋捌读过白话字的，我是学台语的。我的意思是讲，就算我读10外单，我到即满嘛，甲你看，我一直拢咧现理典、数典、理典、数一直咧现吼。你嘛以后嘛会看到我一直甲你现啦吼，因为太侪咱无学着吼。好，白话历史我就无搁小解吼，白话历史当然是比较无去跳大路。太清高太多吼，文献嘛太清高太多，但是白话历是一个无国家力量的问题，是一个无政府来斗帮战的问题，所以即嘛就是大家拢较惯世代咯吼。其实是白话历是本身有搁较高，因为底文足深足高的吼。好，咱继续看咧吼，甲读了，安尼。拍拼来做所会，来马文。来芭比来。芭比先。人芳的时开始。好。我看你比较读咯好。人芳的时就当人啊去办理菜。我咧想讲，你个人啊。你听起来那敢若第5条，听起来敢若第1条真厉害，毋知你变调是变成型，听袂解出来哈。安尼无，我应该我心肝头想的是人啊，因为我想是2变1嘛，人啊。人啊，安尼是南部腔啦吼，就是第1条是南部腔，第5条是北部腔啦吼。我是读人啊，吼但是你读人啊的时阵，就是南部腔，吼 ，OK， 我继续歹势甲你拍断。好，人啊去办理菜，安尼拍来做收回。芭比定来讲，甲阮做上好的示范，就是你拄着袂要紧，一字甲说话甲夹出来吼，甲发音甲好出来安尼。好来，马文。安尼拍拼来做所会。对，安尼吼，这就是阮泉州腔的变调吼。来，日文。安尼拍拼来做所会。你若无爱北部腔，你就会到南部。安尼拍拼来做所，这是即马主流的腔调啊啦吼。少汉你听人讲安尼啦吼，听了安尼想，听起来怪怪，有当是听人咧唱歌吼。事实上，这个泉州腔就是安尼吼，足侪。安尼我嘛要读安尼。系啊，这是阮的读法。我有手机啊啥无影去，规乌去。所以有时你若听到。马文的用泉州腔读，我听来其实足好听，我足爱听泉州腔吼，因为你若看迄较文戏吼，文戏，南管布袋戏内底文戏吼，迄就是泉州腔讲的，足好听吼。
文啊，讲来文啊是我家己的即个 stereotype 啦，刻板印象啦吼。但是就是我都足介意听啊，所以我本身嘛就是一直想要甲我即个说专辑 Q 的啦吼。好来，过来是Sunny。安尼拍拼来做收费。哦，拍拼来做收 ，OK， 是Sunny是甲拍拼来拢三个字拢连做伙读啊，所以拢变掉吼。好来，爱吼来，着你。无听到你的声，是毋是无开麦？这么甲开起来，歹势。安尼拍拼来做收费。是好来，我要查一下你这个瑞丽。艾瑞嘉。我这艾瑞嘉。我今晚要查这个音，结果反正我用我艾瑞嘉啊。艾瑞嘉。我要查这个音读吼，是瑞嘛吼对无？有美文我老我讲的。JLE 嘛吼瑞吼，足久无看这个吼。艾瑞嘉。瑞是通达智慧啦吼 ，OK。好 ，OK， 讲下时间，哇，已经超过时间了，歹势吼，超过时间，我实在是感觉足想要搁读落哦。我搁看一段，我看故事，我等下想要听到吼。真先伫小学读册吼，拄着无钱，就用鼎举去做船长吼。故事已经发展到真心读书的这个时代啊，吼，真心读小学的时代吼。我听袂记读小学讲了无讲介济啦吼，但是有一寡故事通学着吼。我感觉记得之前有读着讲伊和先生算可能住共庄啊，迄个小学伫隔壁庄啊是隔毋知偌济。几个钟吼，所以行路去遐，伊拢先生拢含伊斗阵行去啊，而且伊拢要炸米去啊，去传电脑的吼。好，安尼咱后礼拜再过来继续看即个规章的故事，再过规章我读落啦吼。上所伫遮学台语吼，伫遮会当学伫足侪台语，我相信吼，大家拢会当啦。各位来现身说法一个啦吼，做一下见证的，看你伫遮学偌济台语啦吼。马文、叶文、Sunny，恁芭比来，你会当甲咱所做一下见证，你伫遮学了偌济物件？免安怎形容？你安怎形容哦？你会当讲？在免安怎形容？你就是我进前接受的。台语的时阵啊，当然足侪网络顶管看的一寡资料是无够，我直遮读即个白话字小说的时阵，因为阿管拢会拿查遮的字典啊，佮有你和马文两位拢足侪知识，拢。真侪分享，我咧哪听的时阵，我嘛会听到足侪。我本来可能较早有小可犹豫，还是毋知的物件，啊先伫我头壳内底，我先放在边啊，无咧睬伊。啊，但是着拄好恁咧开讲的时阵，我着定爱安尼甲倒起来。所以我毋知要安怎形容这个，我对我来讲是足精彩啊，足安怎讲？我要形容，我把你说到心境了。这精彩就好啊吼！马文，你会当甲我分享的见证一下，讲你伫遮学到偌济物件。我先来分享啊，我见证一下吼。咱今仔日吼敢若是第71节课吼，就等于咱读70多点钟吼。其实咱已经读超过一年啊，咱一礼拜读一点钟嘛吼。52礼拜就一年，咱已经读一年较加71节课。咱则读到第30几啊，34、5页。
你就知影讲，咱每一页咱学着偌济物件，因为咱拄着一个字袂晓的，咱拄一个词袂晓的，咱拄即句我看无的，咱就停落来，咱就开始查字典、词典。即个字典、词典，咱个毋是即字查了、看了、刷得了，咱可能规拍即字所相关的字、相关的词，伊后壁迄个典故，伊牵涉着啥物历史的即个。甚至我所我就会分享，你听互你知影。所以咱71点钟，咱才学差不多读30几页，其实咱分量上，咱已经读，咱才学300外页的分量伫内底吼。不管是台语，不管是台湾历史，吼，不管是语言学啊是种，尤其是过某斗3工吼，即侪咱对学者的即个角度来学，其实我是袂晓的吼，我是真正是靠马文吼。所以阮学着足多，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读这本小说。吼，你就直接学着我甲各位挂保证，就算讲咱今日读30几页，后手佫200页吼，不到200页吼，我甲你挂保证，你相反佫会当学着这么侪分量的物件吼，咱讲照常啊，爱佫一字一字学，一字一句一句读吼。伊足侪物件，伊足侪词我经甚至足配合。这个词竟然伫遮才出现过，可能是本身台语原来遮个丰富。譬如讲一个动词买甲卖吼，伫咧定咧米甲切，咱今日才学着吼，今日才伫遮看着吼，叫做定米，叫做跳米吼，定切跳切吼。啊，所以你就算学到30几页啊，竟然佫有一寡词是。今仔日才头一次学着吼，我甲你挂保证，后手200外相反，你佫会学到一大堆你从来毋捌学着、毋捌听过吼的台语吼。毋是讲你含慢，毋是讲是因为台语即个语言本身经过这几十年来，当个糟蹋、政府的糟蹋、外省人的糟蹋咯，其实已经失传去啊吼。这几十年啊，这毋是几百年啊，这几十年了吼。咱今日来扣顿吼，希望大家有即个兴趣啦吼。啊，没有你要见证伊个，有人要见证伊个，3年你要见证，那我要见证我就规办，即欢迎恁讲吼，恁有心内有感动，心内感觉啊，我含阿公大家斗阵来读即个书，读1年我是我感觉我足价值嘞，嘿，来3年你讲，就是阿宽就是嘛无伫教主就住美国啊，就是一个对台语足有兴趣的啊，拢。甲足侪当钱，就伫教台语白话哩安尼。啊，我变做讲学着诚侪伫出息线，就是一寡动词，咱就感觉足事上的。啊，毋过其实这才是台语做珍惜的所在吼，就是讲这个动词足简单，毋过伊有足侪用法。啊，毋过伫别话是学无的，因为大家都袂去调人去讲，啊，搁加上即个马文吼，伊来讲啊，即个动词伊是安怎用的，会有影就学着真济，嘿，多谢。对，就是啊，就像讲恁两位在讨论的时阵，就是会听到，遮我上有印象，就有一届，迄足头前的时阵，差不多第7、第8啊，迄足头前的时阵，迄当中读到一个录物件，洗刷的那个录。啊，结果恁就来猜时阵，讲有大的动作，较细的动作。迄当中我感觉就是毋是就好算就侪动词，就是差不多安尼。啊，搁有恁咧讨论的时阵，也是咧，其实若是讲查字典，有当中看迄个字面的迄小解，看了嘛是白看，对阮来讲。因为唔知影是啥，啊，但是就是透过两位在讨论的时阵，恁足侪知识，足侪印象、记忆、经验，会使安怎讲？听过啥？我感觉这就是上精彩的部分，因为这对阮来讲是，对我唔知别人啦，但对我来讲就有用，就有路用的，这就是有加成效果。对，真感谢。是因为足侪语感的讨论吼，含马文讨论吼，迄种语感的部分，其实是你伫别本资料啦，别位你可能学袂到的吼。真正是阮伫遮用足侪时间伫语感顶着足侪有路的讨论，足有路的即个详细即个科考啦吼，科考就机考就是查考吼，即种科考即种真正是伫遮啦，我会当讲。
全台湾可能伫遮这一点钟早有人安尼做吼。当然毋是讲别人无是，你无机会开，伊无爱开，伊无爱甲你教，你根本无迄个机会吼。我嘛拄则纠正啥物讲，其实我毋是10多年我教白话字，我根本毋捌教过白话字吼。白话字我一直以来是家己你看你学你看字用尔吼，你学台湾文学，你学会用的工具尔吼，是爸比甲我讲会当甲阮教者，我讲好，我再开一下时间我来教大家读白话字。我对迄阵才开始无偌久啦吼，敢无到2年，还是2年啊，差不多2年啊，加啦吼。你啊。好，安尼。就阮你要甲阮讲分享一下，不要紧，我知影你较避暑，你若要分享做你就欢迎你吼。下早就欢迎老卡每一位拢真欢迎恁吼，来和阮斗阵来对这本小说，这本大家其实足侪人根本毋捌听过这本小说，毋知影这本小说会价值到什么程度吼。好，咱再来。因为迄个老师啊，我介绍落来即个社图，我才知有即本册呢。是啊，因为你绝对你毋是即个什么，互人感觉足意外吼，连足侪你去现，你即摆去现话，你去现什么迄个，我已经袂记伊名，写什么台湾文学史还是台湾文学的什么开论在台湾文学的小解即类的吼，连伊名我袂记吼。袂记嘛是应该啦吼。啊是这，但是林阳米也是念少道，因为拢一寡汉字的，伊就拢。毋是一个叫做什么，台湾文学界文学史吼。文学史讲文学概论，还是廖瑞金有一寡汉字。但什么名啦？一个叫做但什么名，我都袂记。但什么名？单调名。单方名啦，单方名，就是一寡汉字牌，因拢无咧看即种白话字。对，我这样要讲一下吼，单方名吼，你去迄本书啦吼，迄本书我是无够。单方名是啥物人？单方名一个大学教授啦，老美的啦，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啦，即嘛是掌握伫咧因其实是敢若是中国文学系出身的啦吼，等于即嘛掌握即个文学系发展的其中一个人，因较早伫咧民进党内底做过啥物官我袂记啦吼。你去看因所写的台湾文学史内底敢有提起白话字文学，我莫讲出世线白话字文学、白话字小说，毋是敢若即本尔，佮几廿本尔。你看伊一本都无提起，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根本伫台湾是比大伫咧涂骹底根本就无人知影的物件吼。迄是除非你本身比如你是教会出身的，你有学过白话字，你才知影吼。所以你免感觉讲歹势，你连迄个专家都毋知吼，莫讲你吼。甚至进前一阵啊，迄个有一个少年，我怎么嘛甲伊名袂记得。我对啦，有时我 YouTube 佮看过伊伫咧即个 Clubhouse 开一段课程讲台湾文学史吼，毋是台湾文学史啦，是文学史啦，但是当然是台湾，但是伊嘛无讲迄个，伊嘛毋知影，伊可能伊迄阵即嘛可能知影，迄阵根本就伊都毋知影白话字小说一铺即大铺伫遐吼。OK， 所以我今日有一摆定册定着寄来是白话字，我就放伫个册橱内底，毋捌摕出来看，因为我买毋着啊，我毋知啥物是白话字，啥物是教育，白话字含教育部的即个台湾文字其实是会当相通，甲伊的转换啊足简单的，但是问题是你若读袂惯势吼，读起来就会卡啦吼。我就我读教育部迄个文字的文字吼，我也读甲卡，有时会顿顿也毋知要安转咯。但是就是这是不得已的啦，讲起来是不得已的即种做法才出现教育部吼，因为有一个一直。伫咧台湾一直有一个你主动白话字的即种
势力啦吼。我讲的这势力，佫毋也是讲你本身是什么外省啊、华文啊吼，毋是即种，是伫台湾本身就已经有，不管是毋是你是毋是好乐啦，我意思讲你是毋是要讲台湾？我买着一本阿凤伊的5度的空间，我买毋着，买做白话字的，我怎袂晓看？试看卖啊，无是讲介困难吼，毋是讲介困难啦吼。台湾一直拢有即个你主动白话字的即个势力伫吼，所以迄当中伫咧讲即个台语文的即个要文理化的时阵，伊会讨论伫咧官方的讨论上，都有人都听啊，就是直接反对讲用白话字就对啦，吼。因为讲这个俚语我就莫讲，莫互你错误印象。所以迄寡势力主动白话字的发展，变成讲你教育部无要紧，你就无大家来一套嘛，来一套，所以迄当中就是这其实是大陆是白话字的变形，就是之后我就较委屈的，无想好，就是采纳恁一寡建议安尼，所以就变形出另外一套。教育部的态度吼，当然是足瓦基的吼，所以当然瓦基，但是伊有国家力量，伊有政府的资金的即个帮赞补助啥吼，所以出版啥迄拢白话字已经停落来吼，所以是无。即嘛这两个势力是差不多啦吼，将来当然白话字可能因为无公家资源的即个助力吼，是有可能会较。较无遐办事，较无遮好，但是这无影响着白话字文献伊的价值，比如讲《出师山》这部小说，伊本身的价值绝对值得你，因为安尼来有白话字吼，因为内底太侪即个台语文、台语词、台语即个语言内底即个精华伫内底吼。好，安尼有人要搁开讲无？若无我就要来规范咯吼。有啥要讲的无？无吼，敢无？大家并无，我就要规范。好，楼骹有要起来无？举手，无。老师感谢你，其实我本来就要放弃台语啊。为什么？我感觉。你讲。你找工课嘛，歹找规去，开始转来读英语好啊。就是感觉我发现着我耳孔听。英语以前拢听无，但是听台语都听有。所以这么足痛苦，就是我听恁咧讲台语，我听有，但是我的头壳内底无法度出现汉文。英语是听嘛听无啊，写嘛写袂出来啊。我小分享一下我为什么我会学台文啦吼。其实足早，差不多伫我读大学。23年迄当阵，我就足想要甲我安讲吼，我有一个小学的时阵的好朋友，阮读大学的时阵，伊去台北读大学，伫东吴大学，我伫咧新竹读吼。有时我就会想要写批，因为台湾个定来写批吼，即马人无咧写批，因为台湾个定来咧写批。我就因为我自细汉无拢讲台语，我伫咧情感情的交流上，我也想讲，我咧用我所灌输这种语言，我要互伊看到批若敢若我咧含伊开讲，我咧含伊讲话情形，我想要写来，但是我当中严重发现一个项代志，我无法度，我写袂落来。就算我汉字，我安尼写，我发现讲，可能过两工我家己来读就读无共伊嘛去吼。所以，迄当我心内足深一个焦虑，就是我为什么我无法度甲我的语言用文字甲写落来？这已经是我迄当中若算20号，已经38年啊，吼。讲来当然老目屎，因为38年啦，我无法度甲我的语言用文字甲写落来。我拄则甲各位讲，我学白话字才偌久。差不多10档吧，加啦，吼，加10档出头啦，吼，10桶啊，10几寡袂记啊，吼。我学白话字的时阵，其实足紧的吼，我差不多开2点钟啊，吼。2点钟是一个 YouTube 的影片是一个迄当阵台湾
人市文化中心因录落来吼，因请一个老师，迄老师嘛就介出名，咱有一写个名袂记，伊是台湾敢若艺术大学的教授吼，啊，伊是中央会出身的，所以伊就会晓白话字，啊，就教人读白话字吼，2点钟，第1点钟教你对 ABC 20外，其实用了17八个字母尔吼，字母拢甲你教一遍，啊，第2个就讲变调，我记得是安尼讲啥调安尼，2点钟我看了我就学起来。学起来，我的意思讲，啊，原来遮简单，我安尼就有法度通写，我就原来就是安尼，因为我毋是今仔日我才看到白话字吼，其实我拄则讲，我大学时阵也就想要学，但是呢，我大学时代，譬如讲，迄当阵就伫咧一寡东华杂志，我记东华杂志还是啥物吼，你就看会着人用白话字去写台文，但是无人甲你教你袂晓嘛吼，白话字毋是讲你看天生袂晓吼，哪有可能吼，爱有人教啊，所以。但是无人甲你教，你一直拢袂晓。啊，我迄阵我迄个足深的感慨袂晓写，但是我也从来毋捌想讲要去倒找人学啦吼。我试咧家己咧读个嘛，读袂起来吼。一直到我讲早10多年前，看迄两段影片，才知影讲哈，原来白话字就简单，安尼就学起来。2点钟我就学起来吼。但是要写吼，要甲写我差不多读差不多一个礼拜，还是我袂记，还是10天吼。才有法度家己讲啊，我就有法度，因为我一开始拍字吼，伫咧电脑中拍字，头一撮尔吼，拍一撮，加互你10个字尔。我拍到半年拢拍袂出来吼，就是因为无写嘛，你有晓变调啥有无？啊，练习到一个礼拜了后，就有较顺啊，10天了后就拢较顺啊吼。啊，但是较顺就是讲有法度读，有法度家己看，有法度家己拍字安尼啊，但是速度较慢的吼，速度较慢吼。但迄当时我爱有时爱徛台仔顶去做书会吼，我就开始要摕白话字，无伫教会无人去读白话字圣经的啦吼，我就迄当时甲你讲，我要读白话字，摕白话字本去做书会吼，带人读圣经吼。啊，所以迄落压力啊，你毋是讲我都读出来呢，你我读爱读个顺，我读个下到家己要带别人读，所以我当时就足认真去练吼。啊，我逐工嘛看圣经，我拢读白话字本的，差不多1年后就足顺啊，我可能袂到1年啦，无几个月了后就读到足顺啊。尤其我之前有分享过讲，白话字圣经是我所读的所有白话字的文本吼，上好读的就是圣经尔，即本上好读啊，读来上顺安尼。啊，其他迄小说，然后我迄当时读出世线，出世线一拍开第一纸，我惨嘛！这是你写啥我看无吼，每一你音乐好音乐好出来，你拢看无，啊！但是毋知你讲啥吼，感觉上困难的头一句是上困难的吼，我拄则有讲过吼。啊，读过了后就无遮困难，但是吼，我永远是感觉讲上简单的文本就是。帮起帮圣经吼，你若说你若要学白话字上紧的方法，就是较无遐个困难度，较无遐悬吼，莫互你感觉遮错，即个 frustration 吼，遮错即感觉着重的吼，就是你去读帮起帮圣经吼，迄是上好的、上快的版本啦吼。啊，你若真正要对出死数，你着像我那个真辛苦吼。啊，若无你就是，当然我无机会读足侪现代版本的即个白话字啊吼，或者是我相信啊，有找着你去读种什么，我知影有人写什么囡仔字啦吼，翁仔册啦吼，你去学看觅看是毋是较紧吼，啊无就是对百家百姓都是较紧的吼。好啦，我以上的分享。王菲请教你敢有评册 Facebook， 你敢有考做？有啊，但是我已经几啊年无咧写呢。我前面来多一页吼，像足久啊。我拄做了，我想想过就发现我开始想要电工想不做吼，爱话拄则讲想要放弃吼。我要讲的就是讲，你爱找着你为什么要学即个文字的迄个初心啦吼。我迄个初心我拄则讲着吼，迄个心伫的吼，但是迄个动机伫的，但是吼你有一天找着迄个机会，某一个因缘来的时阵吼，你自然你着把握掉了，你着学足紧的吼。迄个动机爱去的，我为什么
我就是讲，我拄则讲，我伫情感交流上，我竟然无法度和我一个小学一个好朋友用文字来写批，我迄当时心内有够艰苦的吼，真正是为什么无法度安尼？过来就是讲，后来是因为我读圣经，当然后来学遐白话字了后，迄个动机一直伫诶嘛，我着规个人都投入去啊，我着迄根本就毋是想讲我学这有啥物好处，会当投入去偌济，会当修行偌济吼，无你完全无想到这吼，你敢若想讲哇，我真无用，才找着即个方法会当学起来，哪有可能会放弃？绝对是好啊，甲学起来吼。好，歹势啥物？所以啥物？咱等下啥物？我 Facebook 口做是无啦，你有啥物？我有吹到啊。你要学了，你要看我较早写文章了。是啥？为什么？我看你最近嘛有4月20号嘛有文章呢。对，我有啥物代志，我可能会写一篇的。我足罕的，你个面前看，前一篇几年写，几个月前写，我久来才写一篇啦吼。无死去啦吼，因为啥物？因为我伫迄个阮家己庄头迄个历史吼，我写迄个王史吼，迄个美将爷吼。是用这个口说，所以我袂当互伊无去啦吼。我可能我会继续维持这个口说伫遐啦，但是袂去update啦。应该安尼讲，我即马就还没伫顶头写物件，即网络顶写物件较少啦。有时有感受，有啥物感动，我会写啦，但是就还没写啦。我有写嘛，伫咧做顶头写呢吼。迄个我伫确认打一条。矫正失望的迄个代志，就讲，有一个人伊无都知捌色彩嘛，尾啊有即种目镜发明了后，伊一挂起你就看到色彩嘛。我就讲，我自2019年才正式学台语文，然后当然迄阵接触是教育部罗马字，所以金华教授伊甲过去遐足侪白话字的文献，白话字文改写做教育部罗马字甲汉语人参写，所以我也是伫咧2019甲2020才开始读遮个。我读汉字较侪啦吼，迄个时阵罗马字较无遐尼知吧。我要讲的是迄个确认我打即条，可能爸咪我听我讲过，所以各位朋友你有兴趣，你会使 copy 即条链接，伊就是一个 YouTube 的影片。我就讲，正式学台语文了后，差不多半年，我才有一个理解觉醒。我竟然使甲我头壳内底的想法用字改写落来。伫咧我正式学台语文之前，不管是拍字也是也笔写字，拢是写中文。但过明明对我来讲，台语嘛是我不离啊主要咧使用的语言。也毋过我将来无即个才调嘛，毋捌想过讲，会使改写落来。因为自细汉到大是去用讲台语有音无字嘛。2019年正式学了。半年、3个月至6个月，才是我会使甲我头壳内底物件文字化呢、符号化呢，迄种落重的程度，就敢若我咧确认大即个影片相款。迄个人已经60几岁啊，伊才有法度看到即个世界的缤纷、多彩多姿，伫咧会晓用台语文进去，迄就敢若袂输2只手拢会使用，你煞怎敢若用1只手尔？所以遐将来毋捌看过白话字文献的，人仔咧讲台语的文头如何拄如何。吴真教授甲刘美清老师拢有伫咧讲，遐敢若看到汉字的文献的人，伊无去看到白话字，所做的评论拢是气角的评论啦，无法度全面对。因为白话字伫咧台湾，伫咧府城开始，1886年到100几年，一直到1969年，目前为止。凡是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我唔敢讲伤长。未来这10年、20年，你会使看到的白话字文献，或者是有人用教育部罗马字去写的文本，恐惊也是以白话字较济。当然，1969年向长一站了后，就较无相对较新的白话字文献，还是文本啊。不过2005年，是2005年。吴宗宪
个陈岩生因当对美国回来的时阵，因有提起一个5趴的台语计划。这个5趴的台语计划，其实到目前为止，各一寡文本，你会使伫咧网络顶悬找到文本通到买。什么乌皮拉来的魔神啊，图摊啊，就是咧讲 Cinderella 的故事。我也袂愿讲 Cinderella 的中文的迄个名，因为就是 Cinderella 嘛。大部分是图摊啊，个有啥物嘿？反正就是因有迄个时阵按美国转来到台湾的时阵，遐个人是拢是讲台语的嘛，所以吴宗宪是头一个上 TED 用台语伫咧讲花钱的代志。所以遐个淡仔咧讲，什么台语有音无字，台语那，迄其实拢好少讲的啦。伊要讲，你也要听就听，你也我听上好。所以我要讲的是，你有才调用台语文记录你头壳内底的想法，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安怎讲，就是我看到迄个影片的感动啦。所以我无确定 Eric， 你打算要甲台语文请做你的什么工具，还是什么目的，我毋知。就讲对阿凡所讲啊，你应该会使去找到一个你想要继续做落去的迄个动机啊、动力，还是目标啦，应该是安尼。各位朋友，感谢。之前我有讲，是，之前我有讲去学台语，其实情感上是一个足大的，对足多人来讲，情感上即个情感得的这种原因吼，绝对是较大占大部分吼。讲理性的较少啦。有一个老师讲我讲话无标准，伊讲我读台语无标准。我心内想讲，安尼我读台语无标准，我就无得读啊。安尼，迄个人，迄个老师的讲话啊，我毋知迄个人是啥。伊若讲你无标准的吼，我感觉我坑你，我考坑你，我诚心考坑你，甲迄个老师所讲的话，拢当作交赛。我讲一解，我毋知迄个老师是啥物人，但总讲，你一讲出来，迄个老师是啥物人是我捌的，我也共款。即句话送你，建议你，考劝你。迄老师所讲话，拢当交赛，但你不要讲卖你。安尼可能我讲了无清楚，因为我会讲，我感觉参加台语演讲足辛苦的，因为我爱抽着题目，就爱想讲我要讲啥。我想讲我要参加台语朗读，伊就我讲，你参加台语朗读吼，你一定无名。因为你看字都看无，而且你变调嘛袂晓，你的发音都无准。伊的意思就是考劝我讲，我要参加比赛，爱参加台语演讲。因为你用讲的较紧，你念毋着嘛，无人知影你是念毋着啊。你要念开也是开，你念毋着，人嘛毋知你讲毋着。但是你若念朗读稿，念毋着就扣分啊。我即马当你。迄个老师可能是教育部系统的，可能共款啦，甲当作交赛，等你比较甲卖插。当然，伊讲的你会使保留，因为当然无毋对，你要经过教育部遐考试，尤其教育部遐比赛好啥，会使分舞场。你讲的朗读啦、演讲，迄拢是属于舞场的。若舞场的，你要爱的功夫是足多的，一3工2工我就处理起来。若文场的就较免来做啦，所以对。文场愈辛苦啊，文场愈辛苦，文场你要用手写袂出来，愈辛苦。所以我有解释讲你规气拢煞歪啊。我会当理解为什么你要放弃啊！即马会当理解为什么你要放弃啊！因为你的初心和我的初心完全无共哦。阮即种感情着的吼，其实，阮即个感情着的吼，是一世人无可能放弃吼。我拄则我讲，我学10啊，当我拢家己是其实用来家己咧造就家己尔吼，就是我用来读书，用来写字，用来伫咧 Facebook。甚至有我全世界我无想要互人知，我只敢想要互看有别人理解我的感情啦。我内底足深的这种，我用白话字写吼。你去看我 Facebook， 我一阵我等你，我拢用白话字写吼。
就是讲即种完全是感情得的吼，和你的动机是无介相像啦吼。但是所以我无法度通建议讲，伫即种情形之下，你要按怎莫放弃。我讲实在，若是我嘛放弃吼，因为这个各关斩将，结果你头一关就去拄着大魔王，你当然也放弃啊。所以莫互家己这样大即个挑战吼，大家来一关来，大家来。这个我毋知，这个无法度经验有用吼，无条猫有法度，我无法度吼。OK， 安心主。你若有大家若有兴趣继续讲，其实有3.5步有兴趣继续讲，要另外要开房来分享迄个台语学习的迄个经验啦吼。但是我必须要开房，因为我即只有代志我要离开。好，安尼我来开房，感谢各位。感谢老师，感谢老师。好，阿里巴巴谢。我毋是老师吼，我是董聪吼，和大家拢小款。是，嘿对。感谢。好，感谢，开房。